Recording in progress. 早晨，有冇覺得咧瞓咗成晚咧，好似都係冇咩點瞓過，個人都仲係好攰，好可能咧，因為你夜晚咧用錯咗呼吸方法。如果你夜晚瞓覺嗰陣時咧，你淨係用個口嚟呼吸，咁會引致咧你做咗一種叫做淺層嘅胸式呼吸，而呢種呼吸嘅問題咧，就係會令到你身體失去過多嘅二氧化碳。二氧化碳唔係好嘅咩？但係其實咧，原來我哋人身體係好需要二氧化碳。如果你冇足夠嘅二氧化碳，譬如話你有陣時睇韓劇，唔記得咗邊套啦嚇。當你呼吸太過急促嗰陣時咧，佢哋要揾個袋咧，我嚟咁樣吸住個鼻，我嚟咁樣呼吸。嗰個情況我哋叫做 hyperventilation，即係過度換氣，咁令到身體冇足夠二氧化碳，令到身體咧就以為你係想打交，要戰鬥。咁如果你夜晚你成日都係咁樣用個口呼吸，可能吸得係你冇足夠二氧化碳，就變咗個人會以為你仲係喺度打緊交，仲係作戰緊。咁你個腦咧，其實咧係好似冇入到深層睡眠，成晚都冇瞓過嘅。咁而且一樣最重要就係因為你個口呼吸咧，你都係個氣仍然停留喺呢個胸嗰度咧，個橫膈膜冇充分咁樣打開。咁身體咧又係會話俾你知，你而家係一個壓力嘅狀態，咁肌肉會收縮，咁結果第二日起身又係攰，又係好似冇瞓過。咁所以今日咧，我哋就會做一個5分鐘嘅呼吸方法。呢個咧我哋就叫做 coherent breathing，即係吸氣，將佢帶落去腹部，呼氣，吸氣，呼氣。我哋會吸入5秒，呼出5秒，做一個循環。咁呢個慢嘅呼吸，特別係一個慢係呼出嚟嗰下咧，令到你個二氧化碳可以喺身體度留耐啲。二氧化碳咧，其實咧就係一個叫做好似一個 button，就係俾你撳掣去進入你個叫做副交感神經同埋迷走神經，令到你知個身體知道啊，我而家係安全嘅，可以去進入一個叫做消化同埋休息嘅模式。咁會令到你個人減低咗壓力，令到個人會更加放鬆。但係朝早咧個問題就係，我唔想你太放鬆，因為如果你太放鬆嘅話，好似如果你做嗰啲叫做三角呼吸法啊，或者係一個叫做2:1呼吸法咧，即係吸入4秒，呼出8秒咧，就令到你進入得太深層嘅呢個誒放鬆嗰個狀態，咁變咗你可能一早起身你咁樣太放鬆咧，就成日冇辦法提到神。咁而我哋今日呢個做 coherent 咧，主要咧就係幫你可以放鬆身體之餘，亦都可以提神。好啦，咁如果咧而家大家準備好嘅話咧，首先咧我就邀請你坐好，你中意合埋眼又得，唔合埋眼又得。我哋咧就會進入一個叫做呼吸嘅狀態。好啦，慢慢吸氣，慢慢呼氣。準備好嘅話，我哋開始吸4、3、2、1，呼4、3、2、1，吸4、3、2、1，呼4、3、2、1，跟住個呼吸聲嚟吸氣，呼氣，吸氣，呼氣。慢慢感受下你背脊，好似一棵樹咁向上伸展。吸4、3、2、1，呼4、3、2、1。想像好似一束柔和嘅金光喺個頭頂，慢慢進入你個身體，
將所有疲勞帶走。每一次呼吸，你都會變得更加清晰，更加平穩，好似海浪咁樣。繼續吸，呼，吸，用個鼻吸，呼，吸氣，感受下落到個腹部度，呼氣，鼻吸氣，鼻或者口呼氣。就跟住而家呢個節奏，呼，吸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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呼，最後1分鐘，吸，呼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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可以慢慢返去正常呼吸嗰度，感受下你身體，可以慢慢喐返啲手指，喐返啲腳趾，伸個懶腰，擘返大對眼，感受一下身體，而家係咪感覺舒服咗啲，冇頭先咁攰呢？好啦，今日朝早嘅3分鐘呼吸，正確嚟講5分鐘呼吸就做完啦。可以留言話俾我知你身體有啲咩感受，咁下次我哋再睇下做啲咩呼吸法啦。拜拜。